我收到最多嘅問題就係、究竟我應該買 Birkin 先啦，定係買 Kelly 咧？好多人會同你講 Kelly 睇落去會比較 lady 啲、elegant 啲，相反 Birkin 睇落去就會型格啲、硬朗啲。呢、個我覺得局限喺 Birkin 同 Kelly 25，你其實 Kelly 28、32都可以好型格咁樣去用。其實我覺得揀 Birkin 或者 Kelly 最重要嘅一點就係問自己，我需唔需要肩帶？因為大家知道 Birkin 如果25嘅話就淨係可以勾喺呢度，30咗去到呢個位，但係都係要手拎住，唔可以放開雙手。如果你平時係中意有肩帶掛上膊嘅話 ，Kelly 就係最佳嘅選擇啦。Kelly 全部都會有一條長嘅肩帶，但係我個人咧一般都會去訂做一啲闊啲嘅肩帶或者係長啲嘅肩帶可以打斜孭。講到最後，其實最重要係你自己中意邊個款多啲。我真心覺得 Birkin 係型格啲嘅，但係如果問我使用率最高，我肯定係用 Kelly 最多。咁當然你可以好似我咁 all in Birkin 同 Kelly 都買齊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要揀一個嘅，就真係問自己，如果長期要拎住佢 O 唔 OK？如果 OK 就揀 Birkin， 如果唔 OK 就直接揀 Kelly 啦。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可以留言或者直接 PM 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